年的轮陪有一间幼稚园，小朋友化身做小小的亚旦老阿公，义卖手工饼，要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抛开烘炉，随便就放开，这一个无共造型的饼，拢是幼稚园的囡仔和老师、家长做伙做。一包卖多少钱50。然后那些钱要做什么？捐给需要的人。 圣诞节就要到咯，轮陪一间幼稚园，今年规划特别圣诞节活动，要囡仔来卖家己所做手工饼，所落来家己卖所赚的，关乎慈善机构，让囡仔来做圣诞老阿公，将爱心送给需要的人，用自己的力量去赚取这个经费。除了今仔日唔好卖伫咧明仔载2、8、2、9号这几天下载啊，拢有安排无共年级的囡仔，拢来参加义卖活动，欢迎兴趣乡亲。 拢会当来到轮陪乡农会见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